全名嘅請舉手。橙只係得兩隻手仔，不過唔好黯然住，因為我要舉手為大家重新定義新時代倫理情，同大家分享我的演變成長小反思。古代鄰里親近，因為嗰陣出門返歸、噓寒問暖都係隔離屋，但嚟到而家生活由一屋一地變到成區，甚至三地，日見夜見嘅係其他嘅鄰里，而對我嚟講係上一代嘅父母、老師、教練，甚至下一代嘅師弟妹。鄰係指身邊，而永遠喺你隔離位嘅身邊人係你嘅爸爸、你嘅媽媽。上年我打咗11場比賽，佢哋嚟足11場，陪我練稿，幫我計時，為我錄片，陪我成長。如果你覺得父母點算鄰里啊？聽住啦，我想講嘅父母唔單止係我嘅爸爸媽媽，而係連人哋嘅父母都成為我嘅鄰里。上天比賽，隊友唔見咗成份稿，我媽媽幫佢手抄一份，兼摸摸佢頭，叫佢唔使擔心。而我隊友嘅父母都多次幫我練習演繹，令我狀態更加好。我小學嘅老師同教練都係㗎，唔係比賽嘅時候，教練成日問我成績點，到我畢咗業之後，問得我最多嘅唔係比賽嘅輸贏，而係你最近有冇咩唔開心啊？但我相信你得㗎。有時我都唔係咁好意思，佢哋一直咁關心我。不過有一次，佢哋話如果我好好成長，就係令佢哋開開心心嘅最大幫助。其實上年我都學過跨代共融，但寫呢一份演講稿嘅時候，先令我真正地明白到，原來係一份嘅在乎。我嘅路，你哋仲想陪我繼續行，所以另一種鄰里，我師弟妹嘅路，我都想陪佢哋繼續行。畢咗業，升中一，今年我都有返母校幫手，陪佢哋練稿，同佢哋講一句你得㗎。有一啲嘢你哋擺咗喺我呢一度，呢一啲嘢包括辯論社區嘅小溫度。你以為得我幫佢哋？唔係㗎，佢哋都一直幫緊以前好自大嘅嗰個我去成熟成長。孔子話：理人為美，我會話一切很美，只因有你。鄰里嘅你，即係我成長路上嘅每一個你。我嘅演講到此結束，但我希望我嘅鄰里故事會開始有你哋。多謝各位。